我是苏命。今天表演最高潮的歌结束了，接下来都很安静了。所以那个站着的朋友就找个椅子或找个地方靠着吧，我怕你们会睡着了。今天表演会唱比较多的我自己的主语的创作。然后这一次的巡回的表演，其实是有一个想法的。我想要把西方的古典乐器跟阿美族的吟唱，就是两种文化的古典嘛。提琴是西方的古典乐器，然后吟唱华阳也是阿美族的古典乐，把这两种音乐元素加在一起，这样，所以就产生了这次的表演很重要的一个方式。那接下来这首歌叫《曲水歌》，它前面有一段很长的一个前奏，其实是我想象中以前阿嬷在取水的那个过程。因为我看到我的祖母阿嬷，她就是还保有以前那种环保珍惜资源的那种生活的习惯，然后就写了这首《曲水歌》。